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0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台北市内湖康宁路3段的巷仔内，昨暗一个姓王的节目制作人轰开15枪，加载无性命危险，目前警方告伊抓人。家人一个民众报案，讲伊的现金6000块登记伫别人的银行口座，伊无法度领，怀疑讲互偷领走，警方当个侦办。台中一个高中生受到老师的霸凌，想要开自杀，学校调查认定讲学务主任、教官等计共4个人有不当管教。新闻开始来看台北市内湖康宁路3段的巷仔内，昨半暝发生枪案，一个50岁姓王的节目制作人轰开15枪，4枪弹到伊的脚，加在手术了，已经无性命危险。被害人的家属是讲，因甲凶手根本无熟识，无冤无仇。也毋过，警方调查发现讲，嫌犯使用改过的车牌犯案，佮故意换外送员的制服，应该是有计划要杀人。目前警方告伊抓人。穿外送员的制服，这查甫人手插伫落地啊，半暝行入去主题区，看到一个查甫人对面行过来，向伊开15枪了后，马上骑车逃走。晚上听到枪声啊，看到都是警车啊，警察就来了。枪击案惊动附近居民，枪击案就发生伫台北市内湖康宁路的巷仔。警方表示，被害者家属表示，50岁姓王的查甫人，七早暗时10点外，拄到嫌犯问路了后，无几分钟，两人佫拄到，一句送完餐点啊，哪会想袂到互对方开枪？强调双方无冤无仇，也无熟识。目前我们发现他来返线都是穿着黑色的一个衣服啊，那到达犯案现场附近的时候才换上外送员的一个衣服。他的逃逸方向是从这个康宁路3段往南逃逸啊。警方事后调查，嫌犯所骑机车是变做车牌，开枪进前原本穿乌衫，佮故意穿外送员的外套犯案。好在在被害者脚腿互枪断掉了后，送医了后，目前无什么要紧。被害伤是他的左小腿有4个伤口，随即由119送往3总来抢救急救。没有生命危险。姓王的被害者经过调查无帮派背景，不过这摆到底是随机犯案，或者是纠纷寻仇？警方初步发现被害者为有保留，警方除了要继续追查嫌犯到案，也要等到伊手术了后继续调查了解疑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民众的6000块，亲像互人偷领走。有家人民众伫面册社团铺文讲，伊捌换过的身份证，无想到讲有人用伊的旧的身份证号码，佮有伊的健保卡的号码，甲伊的6000块领走，伊已经去报案了。财政部是表示讲，针对当事人提供的资料，因有查过，这6000块其实是还袂互领走。近来政府在普发6000元现金，有民众到所报案指称。该笔现金遭人冒领，警方在受理报案之后，会迅速行文至该行库，调阅该账号的持有人，以追查现金流向。另一方面，会深入查证是否有遭冒领的事实。警方呼吁民众应保管自身账号及证件，以免遭到他人冒用。这个民众已经有去报案哦，讲伊去超商的 ATM 要领6000块，却领袂出来。系统是显示讲，这笔钱已经登记伫别人的银行口座。警方调查嘛发现讲，这笔钱登记伫一个中华银行的口座。目前警方当个侦办，嘛呼吁民众都要好好保管个人的身份证件。再来看台中有一个公立高中的学生，亲像受到7个老师的霸凌，想要开自杀，引起真侪争议。学校的调查昨公布，认定讲前学务主任、主任教官甲2个学务处的人员，4个人有不当管教，会来进行行政处罚。台中市一个公立高中的学生，疑似因为伫学校长期受到师长的霸凌，今年2月行地路死亡。3月底，学生家长开记者会公开，涉案的7个教职员全数调离现职等待调查。学校校事会议调查结果初10公布，认定前学务主任、主任教官甲2个学务创新人员，这4个人牵涉不当管教，按教师法等相关的规定，送考协会甲委员会行政议处。学务主任、主任教官及2名的学创人员，他确实有不当管教，造成学生身心上的状况，我们会再展开
一波霸凌的一个调查，但是我们会要求学校也是加速进行。本案引起各界关注，教育部查证证实，已经派专案小组去台中调查，拍算4月中旬就完成调查报告。人本基金会就批评，比较之下，台中市教育局自头到尾拢无被介入，但个手伫咧霸凌调查结果进前公布后续会议的结论，根本就只是要甲代志压落。台中市教育局呢，它只针对校事调查的报告结果去做处理，它并没有把霸凌的调查报告一并整合完整，把整个事情的原貌好梳理清楚，它只是急着想要灭火而已。当时学生的家长无愿意受访，委托人本讲到单也咧等，望要理清规站事件头尾。也那涉案的另外3名教职员，包括省副组长、搁一个教官、一个校务创新人员。教育局表示，等若理清事实，确认无牵连了后，就会准转去学校服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有一间高中禁止学生囡仔伫学校使用手机，老师嘛真认真咧抓。有学生就向民间团体投诉讲，学校的生活辅导组长伤过严格咯，因甲手机放伫桌下面的拖仔，就互老师怀疑讲因有偷用，佮要检查因的拖仔册包哦。学生嘛指控讲，老师伫咧抄因的物件的时阵，无录影起来，已经违法咯。下课钟一响，学生就行出教室活动。台湾青年民主协会正正收到学生投诉，讲高雄一间高中的生活辅导组长，因为学校规定袂当用手机啊，上课巡视的时阵，若真发现学生的手放伫桌仔下骹，就会入去教室内底抄学生的拖仔甲册包，而且全部过程拢无录影。走进班级里面去翻他的抽屉，只为了看说这个学生是不是在用手机。但其实这位学生的手机早就已经交到手机柜，根本不可能再用手机。那生辅组长所以翻抽屉找不到他的手机，就说你是不是把手机藏起来了？学生质疑这是违法所在，台湾青年民主协会嘛表示唔那一个。若学校接到通报，解说讲组长巡视甲老师上课拢有发现学生违规咧用手机啊。要确认的时阵，煞因为学生的外套嵌伫桌仔顶悬，才会甲外套刷叮当，看拖仔内底有手机啊无，并无直接敲拖仔。不过无录影确实有违规。教师确实有移动学生外套，检查抽屉的时候，并未依规定要全程录影等作为，与相关规定有违。学校将立即改善辅导管教措施。教育局表示，学校根据高级中等以下学校防防行动载具使用原则，定出使用的规范。学校规定学生爱把手机锁伫桌仔内底，下课甲困中昼拢袂当使用。学校刷落来会针对使用的规范，找师生甲家长过来讨论。若台湾青年民主协会强调讲，照规定，老师若是要搜查，就爱有证据，而且拢爱录影，若无就会侵害学生的人权，对老师嘛无保障。高雄市教育局表示，会请学校针对沟通佮管教的方式继续来调整。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昨下晡，新北市新店发生一件特斯拉去弄到分隔岛的车祸，这个特斯拉驾驶不幸死亡，弄车原因在调查哦。因为特斯拉有自动驾驶的功能，最近就有民众伫高速公路迄条特斯拉驾驶在拄久的画面，佮甲伊放伫网络顶头。警察嘛表示讲，这个驾驶连面就会受到红单咯。这台白色的特斯拉轿车驶伫咧宽河路，唔知安怎煞偏离车道去弄到分隔岛。过1秒钟，车头就开始导火烧起来。44岁姓詹的查甫人犹掉伫咧内底。事发地点是伫新北市新店，迄当阵新店救护二小的副小队长拄好经过，赶紧甲这个查甫人对车来救菜做 CPR 急救，一直到救护人员赶来接手。姓詹的查甫人送去精神病急救，不恢复心跳，不过伤势真严重，也是救袂大。警方即马正伫咧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伫最近甲特斯拉有关系，也有即个画面。正副驾驶座坐2个人，不过头拢起起，敢若伫咧困。但是这台白色的特斯拉，一个伫咧国道5号路南的车道，速度正紧，一直驶。有网友这个月初尾翕到这个画面，警方讲相当会当罚2万4。高公局统计，伫国道有4成外的慢弄车以外，拢甲自动辅助驾驶有关系。警方在这边呼吁民众，辅助驾驶唔是全自动驾驶，伫咧使用的时阵，要是全程注意头前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再
来看机车的事故实在伤济咯。公路总局今年要扩大办理机车驾训补助计划，要补助4万个要考驾照的民众去上课，一个人补助1300块哦。摕到驾照，可以当去参加道路安全驾驶的训练，会当个补助1200块。有研究指出讲，经过训练，驾驶还袂违规驾肇事。交通部嘛强调讲，道路安全驾驶的课程哦，是用鼓励的方式，并未强制执行。记得控制路线、油门，还有眼睛要看向你要去的地方哦。过去真侪骑倒摆的人，拢家己学骑倒摆考驾照。即马为着要提升骑倒摆上路的安全性，交通部今年开始试办学倒摆道路安驾训练补助计划。只要学倒摆考到驾照了后，再去驾训班参加道路安驾训练，各补助1200块。我已经68了耶，应该是教练教过最老的学生。他们指示我们一点动作哈，我们就可以改进我们的坏习惯。我是觉得很不错啦。像我们最近在训练他们道路训练的部分，就融合了综合练习，包含直线刹车，让他们了解说刹车的黄金比例、前后的对比。68岁阿嬷讲，参加训练了后，改善过弯袂稳的问题，减少车祸发生。教练认为讲，过去台湾对骑奥多摆的人，拢较无注重教育安全性，颠倒是先买保险来应用。啊，不过透过道路安驾训练，除了有教练会带学生上路，阁有包括一寡课程。根据研究显示，骑倒摆教训者比起无受到训练的人，违规风险降低到56%，车祸发生的风险阁降到35%。我个关心交通部未来敢会甲骑倒摆道路安驾纳入去强制考照的范围。希望透过鼓励的一个方式，所以也有特别提到，我们不管是从108年开始有关汽车驾驶训练的这个名额也好，或者预算也好，都持续的在投入。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鼓励大家多多的参加汽车驾驶训练。交通部强调，目前骑倒摆道路安驾训练课程，目前是鼓励性，无要强迫。目前全台有14间的教训班，有奥多摆道路安驾课程，希望会当降低奥多摆发生车祸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共3天的环台军演已经结束，有出动航空母舰山东号，计共是有91架次的中共军机飞来咱台湾的空域，其中有54架次有飞过海峡中线、西南、东南海峡，嘛有区域安全变甲真紧张。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是强调讲，中共的军演未有国际的支持。立法院长游锡堃嘛发表调野政党的共同声明，针对军演表达强烈的谴责甲抗议。中共全港升悬，台海紧张局势，3天的环台军演结束，规模比去年围台军演搁较大，包括中共航艦山东号头一摆到立操演，战闘機、模擬轟炸咱國關鍵基礎設施。國防部閣較偵測共機91架次繞台，其中有54架次分別為北中南飛過海峽中線、西南、東南空域雙雙寫入成懸。目前有8隻共艦佇台灣附近海峽，對此國防部強勢回應，戰備準備絕對袂放鬆。這個不會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那我想，如果中國希望能夠這個畫下新的紅線，或者試探台灣的底線，我想這個是對於區域安全沒有任何幫助。鄭文燦強調，中共軍演未得到國際支持，朝野立委也當譴責。立法院喺去年俄烏戰爭爆發，朝野黨團發表聯合聲明，呼籲俄羅斯停止軍事侵略，11各同齊譴責中共，要求停止對台武力威脅。中國當局以軍事演習為手段，欲阻止我國元首外交，屢次傷害台灣人民感情，嚴重威脅區域的和平安全。共同簽署對中國大陸、中共當局的這種做法表達譴責之意。總統蔡英文喺面冊寫到，以代表國家出訪友邦過境美國。中共煞少次發動軍演，這毋是一個區域內大國的負責任態度。美國白宮是強調，美國佇這個地區有能力保護佇印太區域的國家安全利益。That we have in place in the region sufficient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to protect our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in the Indo-Pacific. There's no reason for tens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o devolve into any kind of conflict.
科比表示，美国严密监控强军台海军演，对法国总统马克宏话声欧洲唔通干涉台湾议题，避免加入美中冲突。科比回应，美法有强大联名、真深的友谊，确保双方国家安全得到满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的敦化国小合唱团哦，年初和学校通知讲有公司邀请因去录节目，也毋过家长讲对方指定合唱团爱唱，咱共唱一首歌。这条歌捌有争议，搁伫今年中国福建的春节晚会有出现哦。家长是真烦恼，讲有统战的意图，所以向市议员订情。台北市敦化国小合唱团的家长伫网络看到家己的囡仔，甲下问六中合唱团、河北省马兰花合唱团斗阵唱《咱共唱一条歌》的 MV， 搁放入去中国福建广电今年春晚的节目的时阵，是感觉惊吓甲生气，找市议员来订情。他的小孩在参与学校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学校完全没有说这个影片之后会变成中共春晚的节目，让他的孩子会变成统战的工具哦。这到底是台北市政府的怠忽不作为，还是刻意配合？台北市议员简书培甲陈贤伟指出，1月12日迄天录的内容，互人变作安尼，囡仔甲家长唔知影，根本是透过合唱团来包装，甲两怀囡仔当作统战的工具。教育局强调，学校受到邀请，有甲电视台交通歌词的分配，嘛问过家长的意愿。有一些歌词确实也属于，就是可能会被误解，所以学校这一段是完全没有唱。确实这首歌是不是妥适？也确实，不合适这一块哈，学校在跟人家交流之前，应该还是要多做思考啦。对市员要求教育局来订定明确上报的 SOP， 教育局表示，毋是强约的正式活动，毋免甲教育局来申报。也毋过台北市有订定学校受邀请表演活动的作业原则。会搁甲学校重新声明，即个代志嘛会提醒学校未来交流爱更加细腻。记者综合报道。咱国驻巴西圣保罗办事处一个姓王的组长自杀，家属质疑讲是一场霸凌，要求外交部爱调查清楚。今仔早起嘛，搁再开记者会，公布这个组长伫在生进前的录音档案。家属嘛强调讲，这个组长个性真乐观，并无忧郁症。外交部是表示讲，已经展开调查，有结果会随对外说明。我没有拿任何公家的1毛钱，我没有拿任何公家的1毛钱。驻巴西圣保罗办事处姓王组长3月中伫徛街大楼坠楼身亡，伊生前的录音档互人公布出来。伊太太即期，伊先生对老原因可能牵涉无愿意凊彩，学校高价挂提修理费甲这场霸凌。毋过，进前外交部表示，相关修理经费伫去年6月都已经结案。王组长是伫个同年7月到任，并无经手或者是参加这案件。2个案子看似无关，但它确实有它的因果关系的存在，它是同一个包商。我先生是不是在他核销的时候面临了一些非常巨大的压力跟煎熬？家长即期，王组长生前和主管姓办处长霸凌含冤而死。王组长的阿金也出现在记者会，激动大哭。家属强调，王组长伊的个性开朗，并非姓办处长所讲的有忧郁症。他在圣诞节、过年的时候，我们都通过电话传过多少他开心出去玩的照片给我，他健健康康的，我不敢相信，我不能相信，我无法相信他是因为忧郁症而轻生。我们从来没有指称王组长有忧郁症，王组长轻生的原因我们外交部不会预设任何的立场，一定会进行完整充分的调查。家属要求外交部救召姓办处长爱落台负责。外交部强调，目前案件伫行政部门调查阶段，等调查事实了后，会阁对外说明。目前警方处警员还未去当地，必要时阵也愿意到现场进行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大家结束访问中国行程的法国总统马克宏，伊指出讲，欧洲应该避免因为台湾的问题受到美中冲突的影响哦。伫国际嘛引起真侪讨论。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就批评马克宏甲全欧洲的共识相违背，嘛无看到咱台湾甲国际社会维持台海稳定的拍拼。伊嘛认为讲，马克宏对威权的体制冷冷的做法是要学到历史教训。法国总统马克宏前日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了后，接受欧洲媒体 Politico 甲法国记者联访，指出伫欧洲战略自主的结果之下，欧洲应该避免因为台湾问题陷入美中冲突。这讲话也引起真大风波。国际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成员七日发表联合声明，强调马克宏言论无代表欧洲，也强调伫北京扩大南海军事演习行动。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继续表达支持的时机，马克宏讲话无疑是对台湾无必受高惨，不止轻视台湾对全球经济重要位置，也提高国际社会10多年来对稳定台海局势所做的努力。马克宏自2022年底访问美国，甲总统拜登发表联合声明，讲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透露两国伫台湾问题顶悬有共识。即马才为避免因为台湾加入美中冲突，甲重要议题顶悬应该挖靠美国讲话，引起外界批评。马克宏目前的立场明显甲欧洲无同，也质疑法国是不是传染欧盟，加做美中之外第三强权。针对马克宏讲话，美国白宫则强调，强调两国依然会伫重要议题顶悬密切合作。We're very comfortable and confident in the strong alliance and the strong friendship that exist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nd there's a lot of terrific bilateral cooperation just alon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We're focused on that. We're focused on making sure that together we're meet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requirements of both our peoples. 马克宏伫结束访问中国行程，登去法国中途，中国就启动台海军事演习，互外界看作是报复蔡总统外交出访，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Politico 引用亲近马克宏人说话，说明马克宏对中国3第1离开中国了后，才举行台海军事演习的安排真满意。法国官员也透露，马克宏甲习近平的会面也密切讲到台湾问题。Politico 指出，甲美国欧盟比起来，法国伫台海问题顶悬的了解空间明显是更较宽松，甲无清楚。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来看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最近接见一个印度的查甫囡仔，这囡仔问达赖喇嘛，敢会当小揽者？达赖喇嘛毋若敢会小揽，佮一个有斟者。也毋过，达赖喇嘛嘛爱这查甫囡仔输伊的纸，一段影片是引起真侪批评。达赖喇嘛的办公室是表示讲，伊只是军生笑，嘛已经回失咧。这段伫网络上流传的影片是达赖喇嘛2月28伫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一场活动中，甲一名印度的查甫囡仔互动。迄当时除了斟伊的喙，两个人的额头相磕。达赖喇嘛也阁对查甫囡仔讲：“你会当输我的喙齿。”也毋过，这名查甫囡仔并无照例做。这段影片引起外界批评，认为达赖喇嘛的言行真无适当。达赖喇嘛伫推特公开回释咧，伊的办公室也承认这句话可能造成伤害。His Holiness wishes to apologize to the boys and his families, as well as to his many friends across the world for hurt his words many have caused. His Holiness often teases a people he meets in an innocent and playful way, even in the public before cameras. He records the incidents. 这个事件是发生伫由印度房地产公司 M3M 集团旗下的慈善基金会所办的纪念培训课程。迄当时达赖喇嘛甲大约120名结业的学生互动，伊甲查甫囡仔几摆小揽，也调工甲鸟搁笑起来。最后，伊甲查甫囡仔讲，爱向创造和平甲幸福的善良人生看起。伫西藏伸出喙齿，会当讲是一种良好的方式，为伫道理。HAQ 儿童权利组织谴责所有侮辱儿童的行为。佮表示，虽然有新闻媒体讲到西藏有向人表达敬意的吐喙齿文化，也毋过影片看来并不是安尼。就算是这种文化表达，也袂当互接受。事实上，达赖喇嘛也捌伫2019年为事件来回释咧。迄当时，伊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的时阵，讲出未来的查某达赖喇嘛，拢应该是迷人的。
公司新闻黄慧玲编译。再来看美国的肯塔基州，昨有一间银行一个23岁的员工，拿开枪扫射，拿直播枪案，造成4个人死亡，其中有一个警察，阁有9个人受伤哦。这个嫌犯家己落尾嘛死亡。美国总统拜登嘛强调讲，应该赶紧立法要求安全来保管枪支，嘛爱针对买枪的人有详细的背景调查。They were coming out of the building, that ran out of the building, and we also saw police with long guns. A number of casualties. 路易斯维尔市中心包括国家银行外口部署真侪警力，怎么确定这件枪击案的凶嫌康纳斯特金是一个人犯案？伊拿长枪伫1楼一间会议室内面拿开枪拿直播。He had a long assault rifle, and you hear the shots just start firing. What did he look like? I didn't see his face. Whoever's next to me got shot and hit bloods on me from it. 市长格林伯格讲，这是一件邪恶有针对性的暴力行动。警方伫咧初十早起8点半接到报案，讲银行内面发生枪击案。Within 3 minutes of being dispatched, officers arrived on scene and encountered the suspect almost immediately, still firing gunshots. Officers exchanged gunshots with that suspect, and ultimately that suspect did die at the scene. We are trying to confirm if that suspect died of a self-inflicted gunshot wound or was killed by officers at this time. 枪击案造成重大死伤，受伤人内面有一位警察是头着枪，死者内面也有人是州长的朋友。This is awful. I have a very close friend that didn't make it today. And I have another close friend who didn't either, and one who's at the hospital that I hope is going to make it through. 全美国今年到即马已经发生过146件大规模的枪击事件，白宫再一遍呼吁国会内面的共和党人采取行动，管控枪支。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看台南市的嘉里，最近有一台救护车险出车祸，行车记录器的画面会当看到一个富人人的奥多拜就徛伫救护车的头前。这台救护车为了要闪移驶去对向的车道，警方是表示讲无让救护车先行，搁伫上黄线超车驶向对向的车道。第3张罚单加起来是当罚7200块。救护车出去，眼看到伫要到病院的急诊，无想到线向出现这位对救护车的声音拢无听到的妇人。妇人是一路向倒边来切，横跨规个车道，搁横跨到对向去，害着救护车嘛，就爱对着伊横跨车道双线，走到对向的车道去，差一点仔出车祸。足离谱的，我会感觉这个人吼，开车足离谱。车我做到你嘛是爱领人，你袂使讲迄个救护车当载人，要入去你就爱领人啊。代志发生伫10岁透早，当时台南安定消防分队出动一台救护车，载着病患要去嘉义基美病院。到底要到病院进前，煞出现这位妇人。警方是强调，无利用救护车离向的因素，加上横跨双线，3张罚单上悬会当开罚7200块。阻碍救护车行进行为，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2项，处驾驶人新台币3600元，并吊销驾驶执照。令该名妇人跨越双黄线逆向行驶，可处驾驶人新台币600元至1800元。一般民众拢知影，拄着救护车的力量，妇人或者是无留意到挡着救护车，因此消防局嘛再次呼吁民众随时都要注意车前后的状况，多多利用一生当中的救护车。记者郑云台南报道。花莲港站暗暝有一台沙石车驶到铁基路，加在迄当时无火车经过，警方调查讲，这个驾驶无啉酒哦，敢是伤过疲劳，爱去了解。监视器画面看甲真清楚，一台沙石车伫花莲港西边尾头的莲花道路弯道，直接冲破护栏，弄入铁基路。铁基路的高压电缆随爆炸，关键时警方赶紧报案。赖姓司机左手及头部有轻微的擦伤，没有其他的伤亡。工程单位也在2点50分左右将肇事车辆脱离铁轨。沙石车弄入去的铁路支线是花莲港支线，专门载运货运，平均每工大约13座往来。暗时10点了后无列车通行，警方调查司机酒测大失灵，敢是疲劳驾驶也来厘清。现场的损害部分，目前正由花莲港务分公司派员评估中。这个发生的这个地点啊，过去有没有曾经发生过同样的类似事故？
没有。另外，双华公路七十下道也发生一件轿车自动的意外，来自西班牙游客一天4个人，驶左来车由南往北，伫经过大桥线147.2公里所在，弄到路边的护栏当中，造成一死3伤，其中一位还未脱离险境。副驾驶女性乘客左肋骨及骨盆疑似骨折，后座女性乘客全身有多处擦挫伤，后座男性乘客意识昏迷。驾驶以油压破坏器材将患者脱困，分别送往巴黎医院、门诺医院、慈济医院就医。经过警方调查，车顶乘客2男2女，3位西班牙籍，1位捷克籍，驾驶是61岁查某人，有合格国际驾照，酒测达10。详细发生代志的原因，也由台警方进一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的历史博览会开幕11天哦，也毋过有10外的装置艺术受到破坏。县政府是表示讲，看到辛苦的创作受到糟蹋，因真毋甘，嘛真生气，会赶紧修理好势，嘛呼吁民众哦，着爱有公德心。入来宜兰的绿埔园区，看到凯尼红仔家的羽毛，互人挽落来；白铁仔做的台湾水落卡水嘛，互人切落来；入口的红仔头嘛，互人拂断去。伫个园内底，哈莫尼的心灵展区内底无去各种通拖的吼声，毋过咧放送吼声的平板电脑记忆卡，嘛去互人偷扫去，设施互人酸长，民众甲入园的学生拢无认同这款的行为。如果你宣导够的话然后最好多派有一些人在这边巡场，然后马上提醒他，你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不好的。怎么说很可惜？就是把他们辛苦做好的被破坏掉。是不是觉得很没公德心？县府讲看到拍拼心血去，互人酸肠糟蹋，感觉真痛心，会尽力来修复，互花美丽的园区。请问你是？绿埔3月31开幕以来，入园差不多有60万人次，人济园区嘛复价2价价。廉价来排到各个体验设施或展馆，热门展馆都一定会有排队的情形，所以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除了装置艺术互人破坏，还佫有游客伫假日入园排甲长落落，安尼嘛要去甲卡119来投诉，连挑战实境解谜未过关，安尼嘛要走去甲馆长投，要求讲人人拢有奖励，安尼互主办单位感觉头壳真痛。嘛，呼吁游客爱较有耐心甲公德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市第一份台湾旅游状况的调查报告哦，是6都的上尾名。桃园观光旅游局表示讲，未来会透过桃园观光汇报平台，甲桃园所有风景区甲观光资源串联起来，来设计行程。翕相开港看风景，虎头山环保公园有不少游客。毋过，根据交通部观光局的调查，6都当中个人旅游的比例，新北11.7%是第一，台中11.3%，台北9.2%，台南市9.2%，高雄市8.6%，桃园是6.3%，连续5年伫6都当中掉车尾。观光很糟糕啊，能去的地方没几个，人多的地方都又老又旧。真正好去的地方没有了，想要跑的话，真的是只能往外县市。应该好玩，怎么说？知道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宣导不够，然后建设也不够。过去8年，前瞻计划自期预算投资伫个海力馆、伊比宝台纪念公园、即位渔港、游艇码头、大溪古街、马祖新村，这场馆都42.5亿。按过真侪机关认为，景点串联度无够9点，缺少线甲面是游客无想过来的主要原因。因为不知道去哪里玩，所以就会觉得它难玩。那第一时间我们必须要把就不止观旅局以及其他各个局处所做的这些观光投资，在最快最短的时间把它综合整理起来。桃园市这2年来拢被指是全国上歹耍的所在，如何改变歹耍的印象，正做关旅局重要课题。关旅局表示，成立观光旅游汇报整合各局处资源，微点串到线甚至是面，透过民间力量斗阵行销桃园，也导入智慧观光，甚至分析了解旅客停留时间、消费地点，透过甲其他县市合作，延伸桃园旅游。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口湖的新农浪地哦，的生态是顾了袂歹。最近这几档，阁有一寡装置艺术的展览哦，来吸观光客。也毋过附近拢是商业道路，路是真细条，阁无停车场，所以交通是真混乱。地方争取要设停车区，县政府嘛表示讲，因目前嘛正在规划。
逐年9月到过当年4月，拢有真侪杜鸟会飞来云林口湖升龙南仔地过冬。这些年来，为着要保持生态甲景观，地方结合基金会设种植艺术，写袂少游客来观光。所嘛出现无电动车、人甲车相抢路的状况。乡下地方，它的公共设施不多，停车还有是上洗手间不太多了。上次我们在整理湿地的时候，他自己还没有会车啊，他自己就开到湿地的7沟里去。当地社区表示，升龙南仔地边仔拢是产业道路，因为路较细条，佮直接通对社区去，若阵临时要动车或者是小险，拢会害游客行伫路里真无安全。希望会当伫附近找空地仔设停车区，提升观光。把这块土地的问题来解决希望甲咱这湿地遮有一个做好的动线啦包括咱的游客来到遮会真安全啦希望也能够透过兴办事业计划能够让它变成停车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旅客因为方便停车所以能够到我们成龙湿地来。县府表示，地方本地希望伫台61线桥卡起停车场，不过迄搭车较济，歹势头，佮有安全性卡路的问题要解决。即马要找附近的私人土地，由地方甲地主沟通协调，以袂破坏南仔地做原则，希望观光、保育甲地方发展拢总够交成。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来看咱国内目前技能嘛是阁无够。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早起伫一场专家会议时表示讲，今年甲明年拢可能阁会继续欠农。主委嘛指出讲，泰国的技能较少，所以未来会考虑讲固定对泰国进口技能。澳洲、美国进口的平价鸡卵已经进入大卖场甲超市的货价，为了不补足国内鸡卵供应不够，农会为10个国家专栏进口。下早伫产业经济措施专家会议顶头，主委陈吉仲第一届承认，国内产量可能无法度满足今年甲明年的需求，其中泰国鸡卵价数正低。若讲国内产量无法度提升，烦恼专栏进口恐惊变成正常化。以目前的市场的行情，我们竞争得过吗？如果永远都不足的时候，我们是很担心这一种所谓的专案的变正常化。要提升产能，佮要互产业升级，农委会会补贴鸡条改建。不过改建鸡条受地方自治条例限制，爱离自体学校300或者是500公尺，造成找所在困难。希望甲地方交通放宽水帘密闭鸡条设置的条件。学者嘛赞同，表示伤侪限制，造成农民改建意愿无悬。我们不必有300或500啊，那么。我个人的意见，开放当然是最好，就是说不必去限制。不过，中华饲鸡协会指出，农民无爱改建，不是因为自治条例限制，是因为改成水帘密闭鸡条，鸡屎处理成本更较悬。每年鸡瘟都要出来，处理不了就是要委托别人，委托别人就是等于被人家每天都在敲，那个成本非常高。委托处理成本非常高。学者指出，气候变迁带来更较剧烈的温差，只要差到8度，两家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传统鸡条改建一定爱做。有关进口鸡卵，饲鸡协会表示无反对，但希望本土产量只要起来，进口该减少。嘛讲即马鸡卵会无够，是因为种鸡鸡仔囝中鸡数量不足，那么解决嘛是会继续欠卵。记者林王兴中台北报道。为了要解决药品欠缺的问题，卫生福利部成立跨部门的药品供应通报处理中心要求业者若是发现讲有药品可能会欠货，就要伫6个月前来进行通报。小数未来但2礼拜就来公布通报案件甲处理的情形。卫生部长施水官做调集团下部会成立的药品供应通报处理中心，10月正式成立，分别管理西药、中药等各大类用药平台，其中中药头家6日通报，要拼4月底就线。另外，针对健保药价、地区欠药的问题，把咧规划早期预警制度。我们会征求相关的一些团体监看这个盘商他的那个一些。必要药品的一些控管，如果发现就是说它进货开始有比较紧的情形，那我们就
可以预期说未来可能会是缺氧。另外，食药署嘛公布4月初3为止，西药欠的案件总共是20件，目前3件正在处理，1件无替代药品，启动公开征求，嘛要求药品输入业者至少10个月，甲各外药商来联系，确认药品伫10个月内输入的时程、数量，国内业者嘛要确认10个月生产药品的原物料伫10个月内库存，若是欠的药品伫200多项，必要药品内无通报。会处罚这些必要药品清单，业者尤其是我们的药商，他们没有配合着来通报的话，刚刚就有提到了，他一定要在6个月之前有6到30万的一个罚则。健保署长赵宗良嘛补充，若是健保收载14000多项的药品欠药啊，业者无伫6个月前来通报，未来一档就被纳入健保收载。即马平台除了中药平台也咧测试，其他拢就线，后续2礼拜会公告一个药品资讯。记者台湾曾俊佑台北采访报道。今仔4月10日是世界巴金森日，全台湾大约有将近8万的巴金森氏症的患者。也毋过目前的医疗技术治疗是效果真有限。台北科技大学研究教授林宏儒，因为伊家己本身嘛得着这款病，伊家己研究新的疗法，伊本底是需要坐轮椅，也毋过用伊家己的方法治疗了后，已经恢复健康哦。伊的方法嘛帮助17个患者改善症状，成果嘛发表伫国际医学期刊，咱做伙来了解。加进红外线的设备搭伫咧头壳，活化已经受损的细胞，搭配补充清水，避免细胞过度破坏老化。这就是当咧研究的帕金森症新疗法。北科大应有教授林宏儒2010年确诊帕金森症，经过7年的研究，18个患者的临床试验，发现这个疗法改善因的运动障碍问题。另外，身为患者，伊家己也亲身试验。我在开始使用的前一天，我还坐着轮椅，到第4天我才猛然发现我能够跑。有另外一位，他也是当天就能够跑，可以大幅的提升行动力，有效的改善一些行动障碍，以及吞咽功能、讲话功能。医师表示，帕金森症患者是因为脑中的细胞受损死亡，地区负责神经传导的多巴胺无够。虽然患者初期会使使用药物来补充，但是定只有初期的效果较好。这个介入的方式主要是一个非药物的介入哈，利用物理的方法可以去刺激，将来还是要搭配这个药物的治疗，它是一个类似辅助神经元细胞可以更有活性。那至于说有没有机会让这个神经元细胞可以活得更久哈，不要因为这个疾病的关系而过早的死亡，这一部分我们还需要将来未来更进一步的研究。虽然这摆18个人的研究成果袂歹，但是医师表示，目前也无法度判定这个疗法有效，也阁需要较大型的临床研究才会当判断。不过，确实让帕金森症患者看到一个新的希望。记者郭伟谢桂林台北报道。柑仔类的水果除了本身有真侪维生素，果子皮嘛有真特殊的成分。阳明交通大学甲南口中间病院等团队合作，甲柑仔皮的成分提炼转化，发现这款成分会当促进长血球基因的表现，增强心脏、肌肉的功能，会当变甲较少年。柑仔类水果口感酸酸甜甜，互袂少民众真喜意。也毋过，柑仔除了果肉好食之外，上新研究发现，果皮对回春也有帮助。陈皮苷吃进到我们体内，在大肠里面转换成为陈皮素之后它对促进这个长寿经的效果非常的强，不只可以延长老化，它甚至呢可以促进这个肌肉跟心脏的功能达到这个逆龄的效果。在两骨动物身上有一种 SISD2 长寿基因。也毋过，食另类的长寿基因表现量会随着年纪增加刷来降低。阳明交大甲南口长庚等单位为新农本草经找找会当刺激长寿基因的促进剂，结果发现21.5个月大的，大约是人类70岁的鸟鼠仔，食柑仔皮素了后，经过5、6个月观察，会当提升长寿基因的3倍表现量。很多中医药的东西以往比较没有实际科学的验证
那随着这几年生物上作用的功能性的机制逐渐被理清在试管里面转换成为橙皮素，然后呢把它的剂量提高之后那以健康食品的方式呢，才比较有那个可能可以达到立即性的看到比较可以抗老化的作用，应用在老化相关的疾病例如这个阿兹海默症，例如这个肌少症。敢若食果皮效果无大，学者表示会进行 SISD2 促进剂的开发，为保健食品、小分子药物等领域来进行，目前也基转予国内升级大厂研发，期待伫延缓老化、治疗老化疾病上提供帮助。记者综合报道。进修2单元国立台湾数字文化博物馆，今年的5月准备要重新开幕了。其中有南岛文化的展览厅，博物馆嘛特别邀请秘鲁、土瓦鲁这2个国家的大使来指导。秘鲁、土瓦鲁2国大使受到邀请到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特别中心开放的南岛详细展厅，看到熟悉工作群伫遮展示，除了提供摆设意见，也感受到国家文化保存甲国际交流的重要性。佮透过有小港南岛彝族的文化，佮较加深化咱国的情谊。Because one of my biggest job here is the cultural exchange. 史前馆正在完成最后的拼图。我们要把台湾和世界相遇的故事，在史前馆展现给全国。伫展场中，也同时订立南苏的乒乓船，甲其他南岛彝族国家的舟船伫造型功能上，拢有一寡无共的差别。不过，伫船身的意象雕刻也是装塔有部分相共，像南苏的乒乓船身上的鸟毛装塔，甲秘鲁工作船身上的鸟头，拢是用鸟仔来做船身意象。安怎会用这款的图像，也爱深入刻苦。不过，无论是咱国的南苏，还是太平洋的南岛彝族国家，拢面临做船人才的短暂。我们的马绍尔的赵州师傅，那我也听到他的担忧，因为他担忧的是他们的岛屿，也存在着赵州断层，就好像之前兰屿一样。史前馆强调，文化保存甲延续是史前馆重要的任务。那南岛彝族包括台湾、太平洋甲东南亚，史前馆重新开放了后，设置的南岛详细展厅，会定期展出南岛彝族的文物、深化台湾甲其他南岛族群的活动甲认识。有计5月中重新开馆，民众就会当看到更加丰富的南岛文物。记者综合报道。2023年的塔杯世界锦标赛伫新加坡举行，咱国有30个选手参加比赛哦。有来的是嘉义的特教生，台湾队是表现得真好，加强摕到24队的金牌、28队的银牌、20队的铜牌，嘛拍破4项的世界纪录。一寡细汉选手传好了，时间开始看因两支手速度真紧，12个不要伫咧遐并来并去，真紧贴这3个大小无同的金字塔，为摕来了，佮贴这另外一个大金字塔。另外，伫双人组的比赛是2个选手一人用一手，经过长时间的训练，2个人配合较正吧，真紧就完成竞赛的要求。咱国代表队30位选手到新加坡参加2023竞技铁杯世界杯锦标赛。这届来参加比赛国家有澳洲、日本、韩国、德国，总共17个国家，370位铁杯选手。咱参加的30位选手内面有29位4位比赛项目拢进入决赛。其中新增延护国手的吕彩玲，除了摕到个人赛2个项目的冠军，伊个人3项加总起来是9.84秒，是全场速度上紧的查某囡仔。而且伊也摕到 All Around 这场上大奖杯。4金，然后感觉很开心。平常一天要练习多久？一天1-2个小时，我觉得很好玩。双人的部分就是2个人的默契要够好，像1个人你可以自己控制，但是双人就没办法。我们配组只是第2次而已，然后就是真练习的话是。我们是从这两个月才有开始，就是大量的练习。带30位选手去参加世锦赛铁杯协会理事长朱亚芳讲，台湾代表队13年来第1支特教国家队，用参加高规格、高强度的比赛，和特教囡仔有表现的舞台。我们希望能够未来在各县市的地方政府能够受到重视，给予孩子能够更多的机会接触蝶杯，让我们在这项运动的选手的素质跟实力能够更加提升，也得到更多的帮助、更多的补助。疫情后第1遍参加实体的世界比赛，
参加比赛选手拢正珍惜会当出国比赛机会，也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参加各项国际比赛，证明家己，也替国家争取公赢。记者综合报道。一般的病院提供给病人的食食重视健康营养有可能是无介好食。咱来看比利时有一间病院，伫专家的指导，用当半的时间来改善病院的食食。最近就得到法国美食品鉴的认证，嘛接受到病人的肯定。食饭时间到啊，丈夫史特卡特甲工作人员送来大圆餐掀开，开始要食饭啊。看盘顶有荷兰著名的料理球心肉堡。也就是调味过假肉，搁加哈姆 cheese， 搁再用面包糠粉包起来肉羹，边一个红淋淋马铃薯酱料、塔玛豆汤，点心是毛乌乳酪，一个加水果。Ja, ik vind het wel belangrijk dat er lekker eten is. Dat motiveert ook om beter te worden. Het herstel is toch eenvoudiger als het eten lekker is. Het gaat vlotter zo. Als het eten niet lekker is, dan zie je daar al tegenop tegen dat eten en is alles toch wat moeilijker te verwerken. 一般病提供予大鱼病人的餐点，较讲究健康营养，不过食起来可能无讲介好食。伫比利时西部科特雷克的这间大型教学病，想要做改变，就请真有名的美食评鉴机构高德米鲁的饮食专家来现场指导。What we tell to the caterers, well, it is use good products, do simple things with it. People don't want necessarily too complicated things. Make it healthy, make it tasty, and just try to do right. Try to cook for them like you would cook for yourself. 经过1年半的调整，凡赫特出的这间灶卡，唔但是符合大鱼病人的口味，还佫摕到高特米鲁总部西无瓦美食2023年一顶百冠无瓦荣耀。病4月拢有人看到高特米鲁的认证书。Het is natuurlijk belangrijk dat de patiënt goed eet. Ook in de strijd tegen de ondervoeding is het belangrijk dat de smaak goed is. En bepaalde oncologische patiënten die hebben minder smaak. Daar gaan we extra aandacht aan besteden, extra gaan kruiden bijvoorbeeld. Dus zodanig dat de patiënt effectief meer eet, dat maakt deel uit van het genezingsproces. 到米其林指南拢共款受过饮食评鉴的高特米鲁总部西无瓦美食的评分标准，有1分到20分，是用总部西冠无瓦做标志，一顶冠无瓦就代表11到12分。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下半部的天气，咱就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低17度，上悬26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
电视你卖吵啦。顶哦，就逐工甲这台电视顾条调就好啊。拄好，互恁阿兄出去风沙佚佗。我即马已经确定，竟然是去买着倒一间的小姐。我介意你什么都唔免讲，什么都唔免做，你起码。拜一甲拜五下晡1点，生生世世都伫公视第一台。哎，对，来，搁小可刷一。哦，这，有人，这摆赛。好啊，安怎念？我人。哟好，我要用我的功夫为江湖维持一个清气的环境，万请是可以报一个让社会环境更加清气的机会。好，钱对捐款给公司，佮会当为公共电视运作起了真大的作用。除了现金，信用卡可以吗？可以。只要你在网站上填写每一个月捐偌济钱，一个月扣缴1摆，这样简单。欢迎各位英雄好汉，甲我做伙来收听，而且捐款到900以上，可当成为公司之友的会员。啊对，囡仔300个可以，无电脑用传真的也可以。水用各种姿态存在伫地球。不管是看会到的，也是看袂到的，水的存在佮形态，决定各种生物的生存模式。水的丰富，对阮来发现地球顶水的特质，看各种动植物安怎适应因生活环境当中，一直伫变化的世界。拜二暗时10点，生命之水，就伫公视第2台。镜头是台湾的传统文化。不过，煞会予人无好的印象。有的顶头囡仔，伊伫一个会馆内底有啥？有靠山，就会臭屁，会大尾。大部分即摆家长若无来了解，无可能有囡仔参加这啦。就算有心想要传承，过程煞拄着侪困难。拄头接受画面即题上，其实爸爸伊是无支持我，伊捌甲我讲，你若搁画图，我骹手甲你讲啊长。若想要改变社会观感，都爱有新的思考。其实家将本身含蕴的艺术层面，从上到下全部都跟艺术有关。我想要让家将融入咱的社会，互伊普遍化，咱就会使甲做一寡文创商品，互人会去喜欢去买单安尼。因为青春，所以有梦。逐礼拜六下夜7点半，青春咱的梦。